音乐界大师金曲奖伫初暗部举行颁奖典礼，合唱乐团好食饭专辑得到的最佳行业专辑奖，刘小希则去得到的最佳行业歌手奖，也咪去刘小希得到嘅第四座金曲奖。是刘老师上来吧，虎克船长刘少熙。得到最佳行业歌手奖的刘小希，行启动有经营风格，打败上台2奖的时节，出外带本大家上手上唔到的行通，也被刘小希将得奖感想用半生字的方式发表。前面嘅目的，行去希望大家做得行卡从事客家音乐。无舞台就无发言权，那我扮演的老多对客家的流行乐总还无了解。无了解，今日乱骂、乱批评啊！无听过，只老多总还系阿公阿妈唱山歌得奖的，希望太子家同埋乡长来加油。今年客家音乐在金曲奖颁奖典礼后未谈热度，合唱乐团带来新专辑《爱食饭地度好谈嘅2条歌位，清新刺眼嘅客家新曲风，喺团长陈光义去台东慈松学耕田过后，数到有几农民感通写出来嘅。集权太子爷每本具有进来进到嘅创作灵感。呢擺專輯哦，實在都講嘅，都從那個尤其港中的那個甜度吼，然後港中人哦，佢啱做出來嘅專輯吧，除了片子，第一個上嘅感謝都叫做港中人。客家音樂越來越多年，甚至未當好，能把一條客家音樂人行為繼續啲客家音樂一啲兩位方發展大變，未需要客家多人鼓勵支持家條。客家新聞7分之7比0台北報道。